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民，今日继续要来讲到武汉肺炎。对台湾来讲有好消息，但是嘛有歹消息吼。咱根据着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上新增加2个境外移入这个肺炎这个案例啦吼。分别是伫北部40多岁这个男性吼，佮有一个是20多岁这个女性。咱看到10部的这个案例是2月初2号自中国登来到台湾，测试来去看医生啦吼。但是咱讲到这个10部这个案例咧，咱讲吼，伊长期住伫咧武汉，1月2的时阵就伫武汉经过深圳来到台湾啦吼。2月初有喺这个家嫂的顶才镜头测试，才来看医生。这中间这个因足期受偌长吼，接触偌侪人，咱等下好好来讨论。就意思来讲吼，就爱全面对中国吼。个香港、澳门才来导航啦吼。咱讲台湾的这个确定的这案例已经来到13人，但是咱讲到好消息，就是有一个人恢复真好啦吼。最近就会当来出院。另外，咱要来讨论到吼，武汉大商专机包机登来台湾，嘛引发到济风波。今日台湾新界国际新焦点，特别带乡亲好朋友做回来关心。这边咱先邀请到3位来宾，第一位是咱前外交官刘树杰，你好，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到台湾基进立委陈碧桂办公室主任洪静，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咱邀请到中西医上执照医师洪明友，大家好。是哦，咱就先要来请教医师啦。咱头头讲到，这个查某的这个上新加的这个新的这个案例吼，伊是伫1月2日。伫中国登来到台湾，但是2月初才有出现这个镜头。2月初时才去看医生。甲美国有一个案例，这要相共吼，但是这中方这个因足期啦，咱怀疑讲这个这个潜伏期啦吼，到底有对这个咱台湾的这个疫情有啥物影响呢？先来讲吼，美国即届为虾米要做一个全面的禁航吼？因为NEJM 吼，英国这个论文吼，就有权威性的论文，伊发表一个病例啦，伊是一个为武汉登去美国是一个完全健康入境者，完全健康无镜头的人。而且伊第2天开始搁去美国去工作，伊去上班上2天，第4天了后才开始有一寡想要吐的感觉去急诊。是，所以伊是因为有武汉的旅游史，所以急诊的医师才甲伊做检体。是，结果隔天才发现讲伊有这个武汉病毒。但是到即马为止哦，伊拢无发烧。哇！无镜头啦吼，完全无镜头，所以意思就是讲，阮的发烧检疫，其实是无法度甲这个武汉病毒的病人甲吹出来。所以伊一定会走入伊个社区来。是，所以社区感染，那是台湾出现这个社区感染，真正是不得了啦吼。不得了。是，咱等下就带，等下再搁请教医师啦。咱先带大家来看讲吼，这回咱伫咧这个台商包机的时阵嘛，引发到这个济讨论。咱讲伫这个中方牵线叫做齐正文啦吼，伊这个牵线是毋是甲这个中国，还是讲私底下有啥物款的这个协商啦吼？咱先做伙来看。伫咧进前包机登来台湾的武汉大商，有一名患者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了，武汉包机的风波就无停。其中确诊的病人加几多岁旅客，和外界质疑根本就唔是原本有定登来台湾的大商名单内面，甚至话根本就唔是台湾籍。伫几天来，以台湾同胞反台救援会长身份对外发言的徐正文。伊也讲，第2批包机登来台湾下5定几多项的争议的发言，引起陆委会加国民党的不满。那虽然这个回家的路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艰难哈，不过怎样，他们回家了都很高兴。连续2天伫记者会对外发讲，较卖有政治力的徐正文，和台湾基进党表出伊的多重身份。伊除了是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总会长。国民党的中央委员、甲5行党部的顾问，另外伫中国亚洲北京市政协、苏州市政协、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也有河南、湖南省几多的身份，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长等身份。因为几天来争议发言，国民党已经声明要约束伊的行为，那么会祭出党纪。他用个人的身份呢，那甚至现在传出来他在名单，他也有介入跟参与，那这个都不是国民党所允许的事情，所以他必须为个人的言行负起责任呢，也要接受社会的检验。徐正文是手机关机无对外回应，不过透过 FB 讲，伊绝对无安排家己出来人坐包机登来台湾。强调只是以家长会长协会身份做救援，将来就无用任何的其他组织的名义，甲其他组织无关系。另外，
5百姓台办的官员是希望台湾方面赶紧协助，抑阁留伫咧当地台胞返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咱讲这次的这个包机吼，台湾人倒转来啦吼，但是虾米人有裁掉坐这个班机哦？其实咱拢讲有这个优先的这个顺序啦吼。但是这回咱都咧讲这个施正文这个案例啦吼，到底这回包机啦吼，嘛毋是咱这个中国啊，都是中国直接派这个东航航空的这个飞行机啦吼，就是讲伫这回。台湾伫咧政府，咱头拄啊，嘛有看到这苏贞昌院长吼，讲吼，这回真正是荒腔走板吼，后摆绝对袂当有这个案例。咱安怎看吼？就这个案例，施正文这个案例来讲到规咱这个两岸这个部分。其实我必须要爱讲吼，咱台湾政府咧处理这个代志的时阵，已经非常的努力啦吼，所以咱对政府卖有伤多的苛责。我看到咱苏贞昌议长今日这个反应，其实我有一个感想，伊是咧骂家己人去互对方看啦。吼，因为这个代志自头到尾，因对方的政府都是无要插咱台湾的政府嘛，所以咱台湾这边不管是陆委会还是海基会，咱要甲对方去协商的时阵，伊拢已读不回嘛，所以是因为安尼的状况，才有这个所谓国民党7人小组伫中间底下咧运作嘛吼，但是咱话要讲倒转来吼，这是。今日苏院长伊一定讲吼，这个伊讲吼下不为例，伊意思是讲，咱这边所发生的种种这个问题啊，包括名单事先无确认这个问题，下次不能再发生。但是，身为政府，伊有一个难题，伊就是讲，伊袂当把这气氛弄得太僵啊，因为咱即马伫中国阁有几若10万、几若100万，这有台商有台生啊，所以以政府的职责来讲，伊爱明确的表示，伊对这摆咧处理这个撤侨班机的不满甲愤怒，但是伊袂当把这气氛弄得太僵，因为我去顾到以后。可能还有第2架、第3架这个班机，但是这个问题、这个责任，我在认为是中共那一边呐。责任是在中共这边是，咱等下先好好来看，咱先来看讲吼，其实武汉台商转来到台湾这个名单吼，拢有这个优先的这个原则啊吼。咱看到这个陆委会嘛讲吼，这个头一摆来做一寡这个交流的时阵吼，已经甲中方来讲啊吼，以这个底时的这个出差慢性患者吼，长期特殊用药甲密切爱医疗照顾这个需要者吼，譬如讲这个是血友病等等的这个部分啦吼，咱讲到这个老大人啊，还是讲这个囡仔抵抗力较这个无好的先优先啦吼，嘛得到这个中国遮的这个同意啦吼，但是2月初5咱看到这个航班吼，坐人员拢无伫这个内底啦吼，咱阁看到吼，其实。咱这个台湾基进者嘛发现这个有问题这个所在啦吼，咱先请这个洪正来甲咱补充一下吼。咱看到这个施正文伫咧这回伫咧界中协调的时阵，咱看到咱头拄陆委会本早就按照这个例吼，还有这个顺序啦吼，但是咱看这回也阁有这3个确诊这案例吼，伫围堵遮出现一个真大这浪胖咧。其实这个问题，阮就知影讲，其实台湾啊，甲这个即摆现在是上大的问题啦。阮真正内部咧讨论的时阵，我是看着迄个香港，因为最近呢，我甲迄个陈佩伟委员的办公室内底有甲迄个香港的立法会的议员有接触到。啊，因其实台湾甲这个香港啊，上介大问题就是，其实阮为这个边境的。他们没有边境的决策权，他们没办法决定封关嘛，所以因为得地了，因为伊个中国人就这拢走去香港啊。台湾虽然有家己的这边境决策权，我们可以决定什么的人，他们所不同，我们针对不同类别的这种人士给予不同的路径的标准，有些是禁止来，有些来要强制隔离，有些要做居家隔离这样子。但是对着这个，阮对这个多数来底会当安尼做，但是面对着中国这对的问题，实在是做。很尴尬一个地方，因为其实，在中华民国的宪法和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边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基本上这些人要回来问题，这不是阮家己单方面想要叫因回来，阮毕竟拢是咱台湾人嘛，叫因回来的时阵会拄到，其实对方全部拢是政治考虑，因政治的考虑拢全部拢放伫这个人权啊，是专业的医疗顶管，全部都是政治考虑啊，所以。
阮必须看待这个问题，伊绝对是政治的问题。有影。啊，佮拄到这个，伊无法度以这个评定国与国的对待的时候，国与国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透过其他非正式的管道。但是佮看到讲台湾这个，其实咱早上是讲安尼啦，就是台湾这个防疫上界大的这个浪塘，上界大这个坑，其实就是中国国民党，伊其实就是中共代理人嘛。我看迄个徐正伟伊的背景，大家这毋是阮家己去找什么资料，其实你起伊的名伫 Google 顶管，你一起全部拢查到，伊其实就是他的就是中国政协了嘛。中国政协，但是伊是一个台湾人，一个台商，伊嘛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啊。为什么也让做这个中共的那个政协委员？按照目前，其实阮是希望讲，因为这个中共政协委员，其实伫去年2019年3月15日时阵，就一个林有诗，伊嘛是做这个中共的这个全国政协委员，以后这个开法嘛，按照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33条之2嘛，台湾人是袂当担任这个中共党政军的职务啊，所以伊会当甲伊开罚，但是这个罚钱其实讲被较白只有50万尔。现主是咱的反渗透法嘛无法度处理，但是面对着这个徐正伟，可能有另外一件会当甲伊处理，就是这个15条之1嘛是赶快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哦，他不能让这个不应该来台湾的中国人，他如果让不应该来的还让他来，那他可能就会出事。按照这个的话，他可以处理到。第79条规定里面，他已经违反刚刚讲的，你不让这个不应该来的人可以来到台湾，是得让至少会当1年以上到7年以下的这个，就是他会面临这个徒刑，然后他可以并科罚金100万元以下。啊，我是里面讲，这个很主席咱的移民署，咱的陆委会可能要赶快的去。确定这个人是不是在台湾，他具有可能台湾的公民权，是他甚至是有合法居有。如果都没有的话，就要赶快处理。然后甚至是说，我们看的其实跟很主席的法律其实贺主性还不够，反渗透法其实还没有办。包括讲，我们看到今年去年的选举，今年选举选了，其实就是代表讲台湾的这个清除中国渗透，其实只是开始呢，只是第一步。所以咱包括咱台湾基进，咱的委员所以嘛，继续来关心这相关的问题。这嘛是台湾基进登记非常关心、非常在意。咱现在带大家看讲这个包机这个名单吼，变成这个防疫这个破口，各界这个回应是啥？咱看到这个中国国民党这个党团吼，本地吼有传出讲有这个7人小组加这个市政文吼，底下做一个交涉啦吼。但是这个咱看到头拄啊，这个国民党立委这个王立委吼，伊嘛是讲吼，这是伊个人的这个行为，甲国民党无关系啦吼。未来若是有这个党员以这个个人的这个言论啦吼，来干扰到这个防疫这个工作，国民党都爱这个祭出着党纪来处分。咱看到台北市议员王世坚，伊是讲啥咧？伊讲大家拢咧救，毋是你家己咧救啦吼，拢是这个黑白乱讲话啦吼。另外，咱基进嘛头都有讲到啦吼，拢是真看到拢是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味啦吼。咱看到一周刊嘛有讲到吼。过去咱有一个动静的这个患者吼，本地是要伫头一批地包机就转来到台湾，但是却无排伫这个名单内底啦吼。所以咱有第一届这个包机的经验，第二届、第三届，咱台湾有遮尔啊侪这个台商，还是讲台生要转来吼，其实拢是大家好好来做参考，做一个思考。继续咱先来请教医师啦吼，就是咱先来看，就讲这回全球疫情已经拖到安尼来看，咱看这阵这个全球的这个疫情，嘛有图表互带大家先来看一下吼。就是讲，咱即阵已经徛到2万这个外人啦吼。咱看上新的中国确定诊断出来有这个28018这个案例，死亡人数已经来到563个吼。咱讲日本的上新的嘛出现35例啊吼。啊，咱讲到日本现主是嘛是讲中国境外吼上济案例这个一个国家。所以讲，这回武汉肺炎对全球疫情来讲，真正是拖真紧啦吼。啊，咱讲到这个中国这部分，第2张图来带大家来看。其实根据因这个中国腾讯这个新闻啦吼，咱看到这个确定的案例已经28081个人。另外咧，这个医术的这个科技的这个案例有24702个人。咱讲到比较过去啦吼，一天拢增加差不多有3000外人至5000外人吼，伫咧确诊者来增加。另外咧，死亡嘛，比昨日来加到这个73个人，咱讲已经500多名吼。这个案例疫情拖了遐紧，中国已经砍袂掉啊，所以咱讲这个致死率吼，这个得病了后入去病院啊死亡的这个比率到底是偌济？是，
当然大家拢会认为讲中国迄边吼，伊的资料拢是暗藏的啦。是。所以，若是为伊即马官方的数字来讲吼，伊即马死亡率是2%啦，2.1%。是。大家感觉讲2.1%，敢有啥物了不起？美国流感大家讲最严重，美国流感的死亡率才0.12%尔。所以，阮即马武汉病毒的死亡率哦，是暗藏了的死亡率哦，已经是美国流感的20倍啊。20倍啊啦。20倍。为什么美国即马要甲航空禁令遮严格？因为伊若是即个武汉病毒走入去美国。是。伊一年会死100万人以上的，因为这个武汉病毒100万人以上，100万人，医疗体系可能就规个半死。所以为什么即届吼，阮医师团体吼一直讲，你一定要境外隔离，是，一定要决战境外，因为一等来你若是无武汉病毒的旅游史，就那像讲阮今仔日上新的迄个第13例啦，是，吼，伊为1月21号就一个等来，10几天拍照，拢完全无镜头。2月1号才就医，是。这10天来，国外研究已经确定讲，伊有无症状传染，无镜头就当传染嘛，吼。伊无症状就会当传染给别人。这10几天伊接触的人有偌济？是。过来，阮为死亡率甲推算转去，你得武汉病毒的，你要去看病医住院的，这个比例差不多2成尔。所以意思就是讲，有8成的人，伊感觉伊扫扫尔，含舔舔。是。伊其实是武汉病毒，伊嘛有传染力，是，但是伊无可能会去检验，因为伊也无武汉旅游史啊，所以伊有法度传染别人无？有，但是伊会去检查无？无法度，所以伊的检验、阮的追踪从这边就断裂，所以病毒就从这个破口拓出去，第2波、第3波伊完全无武汉旅游史，根本无法度，医师无法度去甲抓出来，是，所以。若是因为这拖出来了，伊规破口拖出去社区感染了，规医疗体系会崩坏。因为阮根本无遐济检疫的能量，阮根本无遐济隔离病房。是医疗的能力，以为今麦来讲，其实我们现在还没决战哦，阮今麦才是准备起苗，疫情还没到台湾哦。是，我们加护病房的能力就已经是紧绷啊呢。你若是真正爱隔离，有很多医护人员，伊最近有插管，有啥物有做啥物动作。结果10几天进诊，才讲啊，伊有去倒位，还是讲伊边仔接触的人有啥物？这医护隔离的，这拢爱去隔离呢。是。我们加护病房完全没办法再减少个2个、3个、5个，我们的能力就是现在嘟啊好，刚好。所以这是规个医疗崩坏的问题。是，这个医疗这个部分都已经先崩盘哈。咱讲即阵也伫咧围堵这个部分，若是讲这个一定有这个浪碰出来，医疗规个。我讲一项代志啊，就是讲。今麦的加护病房吼，其实有足侪需要加护病房照顾的病人，因为为了要因应武汉病毒，他只好被移到普通病房。所以伊已经应用到阮伫台湾本土遮的人的医疗权利啊，今麦就已经应用到。后壁若是讲真正人传人爆发的时阵，其实2300万人的医疗权利和所有的医疗体系会受到很严重的伤害。是，所以有一项一定要建议政府来做的，就是要全面断航啦吼。全面断航。是，这个断航的意义啥？咱先请医师过来给咱补充一下。好，我先讲美国吼，为什么伊即马要全面断航吼？伊讲吼，一开始吼，阮无确定讲吼，到底是毋是有无症状感染？即马 paper 已经讲出来，确定有。过来，无症状感染，因为德国的案例嘛，知影讲。确定可以无症状感染，是，好，过来，他说，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病毒可以无症状传染又无症状感染，我们还不做任何事情的话，我们真的没办法保护我们的国民。是，好，他们还在医院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个确诊的病人哦，一开始验有病毒，3天了验没病毒，是，伊讲这应该好去啊，会当出院啊，无病毒啊，在3天后再验又有病毒，是，所以你。对这个全新的病毒，我们了解太少。美国是全世界医疗上先进的国家，一个讲我们对这个病毒的了解还太少，我们没办法这样子绝对可靠的，就是说这个病毒检测就是完全正确。是，好，所以他说我们的决定哦，一共这个全面断航这么严重的做法哈，我们的决定。我们的态度是很谨慎，但是阮这做法是拄啊好尔，无超过哦，无伤超过哦，是拄啊好尔。是，但是今嘛台湾还在跟中国有这么多的
航班的往来。我们不管是今天宣布最新的消息，已经有加严了，中国人全部不可以入境，但是不包含港澳。这个港澳大家去思考一下哈，时刻节，这个港澳会是多大的漏洞？那我们的台商回来的人数这么多，以我们1.4%的感染率，到底有偌济潜在的社区感染、传染无症状者，已经在我们的社区。所以你政府袂使讲怪讲民众讲为什么今仔日搁伫抢口罩，搁伫遐排队抢口罩，因为你的政策就无法度让民众放心。是，所以源头这个部分爱先甲动起来。咱现在看讲，现主是咱对于着这个中国、香港、澳门这地区入境的这个相关规定是啥物？咱看到这个卫生福利部这个疾管署的这个部分啊，咱看到这个国人啊，自2月初6就是今仔开始，若是你去过这个中国。这个香港、澳门旅游署这个爱居家这个检疫14天啦吼，另外咧申请入来会当入境的这个香港跟澳门的这个人啦吼，爱自主健康管理14天。另外，咱虽然加强对这个中国这个人士哦，互因禁止卖入境，但是咱头拄讲到香港甲澳门，这是毋是会绕高去？咱等下再好好讨论。咱讲到香港、澳门人士啦吼，入境了后就要14天。外国人咧，自2月初7开始，嘛是14天。有入境过这个中国，也是香港、澳门的这个外籍人士，嘛是暂时不爱互因入境。但是今仔日上新的这个部分，就是咱看到指挥中心嘛有讲到吼。因为这个邮轮这个这事件嘛，引发到这讨论。咱看到2月初6开始，国际的邮轮吼禁止来挖靠咱的这个港口啦吼。咱看到这个船礁，这个公主号有一名这个台湾人啦吼，这个旅客已经确诊啦吼，新型冠状病毒这个感染。咱特别先带大家来看讲，这个船礁公主号啦吼，目前是停伫咧日本。咱讲即阵已经有20个确定这个治病这个案例，所以咱今日宣布这个港口这个部分已经先要甲围堵起来，但是这个出境这个部分也是入境这个部分，也有什么款强的这个限制，咱等下好好讨论。先带大家先做来看讲这个船礁公主号停伫日本这个消息。车花邮轮船礁公主号有90个感染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目前已经有20个人确诊，包括1个台湾人。而且这邮轮8月1月31停靠基隆港，准定20个确诊病例，敢有地落船旅游，引发基隆市民惊吓。因为整个资讯并没有统一跟官方的说法，还有揭露，所以呢，民众会透过媒体来东拼西凑，然后可能资讯又对不起来，就变成就是非常的紧张。我们比较觉得说，这不单单是区域性的在地的人民的恐慌，我觉得应该也要对大众整个台湾人，我们来说明清楚说现在状况是什么，让大家不用避免在这些未知的情况下造成担忧。中央防疫中心册立公告，为今日开始禁止国际邮轮停靠台湾港口。不过，根据移民署入境资料显示，船礁公主号拢总有2694个人，差不多有2000个人落船。团客会伫台北、新北，散客会伫基隆。时代力量即期，基隆市长林佑昌是港务公司当然的董事，伫即项应变欢迎有卡班。当然，从昨天开始，我们有针对一些相关的公共的一个场所，有进行消毒的一个工作。那比较重要的，其实还是去要透过疾管署去了解这10个确诊的人有没有他到底有没有下船。2月3号的部分，我们的疾管人员是有登船去做检疫。林佑昌阁讲，大家是因为无了解才惊吓，SARS 死亡率悬，武汉肺炎死亡率相对较低，不过传染的速度较紧。若武汉第2摆包机登来台湾受到阻挡，林佑昌表示，中国到大各地无政治，应该登去海基会、陆委会原本的沟通平台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咱头我讲到这个禁止这个外国人入来吼，是中国客入来，是讲香港、澳门遮会变成咱防疫一个大浪棒啦吼。所以伫遮这个政府的考量是啥？为啥无一个啊都来禁止咧？要讲台湾的部分，正我要先讲即马香港的部分啊。即马香港因的特殊吼。林郑月娥去遭有着非常大的压力，因为香港的医护工会今麦咧罢工，今麦咧抗议。香港的医护人员差不多有18000个啦吼，因今麦是讲因要求林郑月娥
完全去 stop 去封止为中国来的这些旅客。是，但是林郑月娥伊感觉讲，佫无这个必要所以讲因即摆要罢工，要做这个抗议。是，徛伫咱台湾的立场，我是感觉讲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代志，因为咱甲中国、咱甲香港、甲澳门这个互动太过频繁去，所以。但是我认为，咱政府应该要站在比较高标准来处理这个代志，尽量把防疫的漏洞去降到最低。如果必要的话，我是感觉讲，暂时全部都禁止他们入境，我觉得也是可以的。那因为这是，因为咱无都去确定讲，即摆为香港跟澳门因来的人，因到底是不是有这个病毒啊？所以我觉得站在台湾人的安危，我感觉讲政府要采取高标准来看这个代志。香港、澳门遮啦，就是因即摆现主是讲。你若入来，就是爱14天这个徛隔离啦，是讲你爱住伫这饭店内底啦吼。但是这基本上都是有这个困难嘛。你若是讲这个香港、澳门入来的人，伊是要做这个商务的部分，你哪有可能讲吼，伊14天后再去处理这个公务的问题？若是讲我就伫遮先甲断掉了。若是讲伫航班的禁止，才先甲做起来，因都无法度入来吼。若是用这个步数，还是讲因要做交流，还是讲做商务的这个往来，先用到这个电子的这个方式。这嘛是一种做法，但是为什么台湾政府无法度严格甲架开？这是有啥物考量？咱个请这个案情。其实阮惊讲是，阮知影现主是有真侪台湾人，佮留伫这个中国，佮留伫中国遐。阮若是现主是迄个处理，我认为啦，是处理的态度可能是当阵咱政府地上的话，因可能咱的伫咱伊个中国，咱的国民，咱的公民，当做因的政治筹码。未来个可能是要避这因的人质啦，因为阮甲中国往来必须爱考虑到因的是全部拢政治考虑，所以这件代志可能，所以留这个香港的是澳门，可能留一旁，因为即马是居家检疫嘛，即2月7号开始是港澳人士，他可以赶快过来到台湾的时候做这个居家检疫。这部分就是，其实伊嘛真济，因为看香港即马伊边境没有封关，头拄讲到18000的迄个医护人员全面罢工，所以香港包括讲香港是已经有死亡的案例嘛，这样子去香港的迄个状况愈来愈危险，连因的即个香港政府嘛，迄个公务人员嘛找袂到因的口罩啊，总之伊若是互即个港澳人士来到台湾，我相信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阮的主流是讲，咱现主是咱一定爱以即个咱所有台湾的公民的利益为优先。但是咱的公民嘛，包括讲无即马现主是也袂搁转来到咱台湾的即个公民，这拢是爱做回来考虑的。现主嘛希望讲，毋是讲希望，就是咱现主咱看到，其实台湾即马也是这全世界，就是我咧要讲一个概念，就是风险社会。这风险社会意思就是讲，这个状况是未来台湾伫这现代啊，这人类生活内底绝对拢是随处可见的风险。所以我们首先要承认新人这个风险的存在。所以，阮后一步就是风险若是存在的话，咱后一步的思考，阮要来安怎将这个伤害降到上低。为这个肺炎嘛，爆发到尽，其实阮看到其实台湾的。阮全台湾人其实处理这个问题，其算是讲处理了真好，因为台湾甲这个中国啊、香港、澳门嘅交流非常的多。但是即马阮里边即马是今仔日个增加2例嘛，已经到13例，但是即马也未出现到这个群聚感染，还没有出现的大爆发。咱的这个徛伫第一线，这边也要是跟这些站在第一线的防疫的人员，所有人，包括是阮伫工厂内底咧做这口罩加工的所有相关的人员，这是说声大家辛苦了，因为台湾能够一直保持到现在，我觉得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然后我嘛是有当时就想讲，那时候中国国民党伊最近有真侪荒腔走板的发言包括那个7人小组啊，包括有人说什么口罩不够，为什么不进口啊？然后说什么内裤只能穿2件，就很荒腔走板发言就惊讲，那是11号的时阵是中国国民党来处理掉来开这个咱政府这架车的话，可能会唔知影塞到倒位啊。这嘛是要希望讲，咱唔知影未来。我们没办法确定说它会不会在台湾大爆发，但是我们希望呢要给台湾信心，因为在第一线防疫作战的人员，他们真的是全神贯注来控制这个风险。那在我嘛相信讲，咱台湾其实是有能力来保护，不管你是伫倒数内，还是倒数外这个所有咱台湾的公民。但是咱讲吼，这个风险社会，咱绝对袂使用这个赌的啦吼。袂使用安尼跋筊这个方式讲咱这回枪术，政府对政府的方式。咱先讲到这个疫情的这个部分啦吼，咱讲这回当看到
即阵这个13个案例啦吼，算运气尔吼。医师头拄仔嘛安尼，这个私底下甲阮讲吼，真正是咱封堵的这个部分，目前也是维持着这个13例啦吼。但是这个部分，咱讲过去。这个也是讲第一线这个医疗人员已经无够用啊，咱若是搁加增加着这个社区感染，还是讲这个因足期内的人伊接受的这个旅游史，还是讲接受的这个人无法度交代好清楚，可能伫社区就大爆发。啊，你嘛有讲着这个，若是讲着以河米，还是讲这个彰化市这个案例来讲，若是对规个这个咱台湾这个社会吼，来去做地方的这个封锁起来吼，敢台湾这个这个城镇吼，敢会堪你安尼啦？是，即马就是讲吼。这个病毒吼，真正会当无症状传染，是无症状传染，所以阮第13例吼，这个到底有传染给别人无？即马还不知道，是吼，所以病毒检测不一定能够确定抓得出这些人呐，吼，所以为什么美国的做法，我建议台湾吼，可以跟上啦，是，因吼保证因家己本国人回台湾回家的权利，是，他绝对保证，但是你若是本国人，你等来，你绝对要接受14天的机构隔离，是强制14天的机构隔离。为什么呢？因为伊嘛爱保护以美国本土的全部1亿多的国民，那个才是更多的人的权利。是，好，过来，你本国人吼，经过中国如果不是疫区吼，你等来的时阵吼，你其实会当成强制隔离7天，因为今嘛全中国都划入2级警戒、旅游警戒啊。是。你若是毋是为迄个高风险区域，你等来7天隔离，因为阮即马台湾那像隔离的设施那无够啦，吼啊，所以你成7天，但这7天毋是讲啥物代志拢无做，就家己关伫遐观察病情，毋是呢，你要甲教育呢，毋是病人本身教育哦，你患者边啊家属嘛要甲教育，过来你要去伊的处理，是确认伊的家庭环境是有法度做居家隔离哦，是居家隔离是爱你独立房间、独立动线、独立卫浴，你才袂拖互你的处理的家属呢，你的爸爸妈妈呢，所以这毋是讲每一个人。毋是讲迄阮隔离检疫规定遮简单讲啊，你登去就是爱居家隔离，一句话就会当处理了呢。你要确定伊会当确实的实施居家隔离，所以这教育甲这确定的问题，阮政府刚好伫做，是，起码刚好伫做，我是足欢乐的，吼，啊，这是阮本国人回国的权益，我们绝对没有说我们断航要把它取消掉，没有，但是你政府要选择，过来外国人包括港澳。拜托，今麦绝对要全部暂停。是，好，澳门今麦已经封锁14天，全部暂停14天啦，因为已经担心爆发因社区人传人。是，所以阮根本唔知影你澳门人今麦机场检疫等来，到底是健康还是讲带源无症状带源？是，好，美国有一个做法，台湾今麦还未讨论呢，我嘛甲讲出来，吼，今麦应该。拢无人讲过，美国已把伊的所有从中国回来的班机限缩在7个机场，其他的机场不准。是，阮台湾是毋是中国转来的班机，看是要台中、高雄、松山出一个专责机场，这专责检疫通道，是，然后直接动线独立到我们的隔离专区，是，让所有的国际旅客能放心的来台湾桃园机场。好，阮袂使讲有一个破口了，造成社区人传染，啊，结果阮台湾被划作疫区，是台湾被划作疫区，其实大家吼，老实讲啦，像阮这款较本土性的吼，我也刚刚讲啊，最近中国的国际地位吼被打得低低低啊，很多人声援跟我们要加入 WHO， 我就欢喜的讲哦，中国终于轮到你，社会地位、国际地位变低落，那是因为它变疫区，它才社会。地位、国际地位变低落，那是台湾变疫区，那是台湾变成疫区，被封锁，不准台湾人进入我们国家，和国际社会低落，就换我们台湾的。好，这个是我们台湾人愿意看到的事情嘛。所以这起来是就重要，应该要赶快执行。我要讲一个重点就是讲，我们政府我知道他们很辛苦，是隔离专区。用讲的很简单，要设立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真的不容易。是，但是你袂使因为这个工作不容易，你就把顺序对调了。你本来就应该先把工作准备好，就像我们这一次的
班机你要回来，阮先甲准备工作做好，阮拢设备拢做好，我们才能接他回来。是，起码你对待我们台湾本国要回来的人，其实你拢爱先甲准备好。你袂使讲啊，歹势我袂负准备，所以我就先甲这些潜在有可能感染者、无症状感染者。我就讲啊，你就先登去你社区，好，登去社区，你自主隔离嘛，啊，佫无甲教育，佫无甲确定讲伊的设备、伊的加护状况行不行？好，啊，无怪讲你袂使怪民众说为什么要抢口罩，有影，真正无法放心呐。是，是，所以这是源头的这个部分啊，中港、香港、中国啦、香港、澳门这个部分，若是讲全面甲围堵起来吼，就是有法度这个有效的这个围堵啦吼。咱另外讲到头拄啊嘛讲到爱保障本国人回到台湾这个权益啦吼，这点相信政府一定做得到，但是爱以什么方式来做？那头个 Jerry 讲到政府甲政府这个部分啦吼，这是一定要强调啦，因为我感觉讲拄医生讲的真正确啦吼。咱用美国的做法来比较，其实他们的做法都非常先进，咱其实应该来学习。但是我觉得不是讲，因为美国他们和中国在互动的时阵，因会当做到讲政府对政府，但是咱台湾对中国的时阵，因都无法出来啊，所以都无法度。我举一个例就好。以美国这个案例来看，应该是美国要派飞行机去中国去接人嘛，所以他飞机上会有一个专业的医卫跟检疫的人员做好全套的防护措施嘛，对不对？但是这摆这个飞行机是东方航空应该得派几架飞行机过来，飞机上也没有专业的检疫人员，没有穿防护衣，甚至连。咱正经啊，咱台湾先派防疫人员先飞过，啊，随着这架飞机再过来，他们都拒绝，所以这个总共是甲美国是无相共的啦。所以咱政府现在，咱政府想讲，我感觉讲吼，你都讲拢正确，但是政府伊嘛拢知要安怎做，但是这个正办就不适用于台湾跟中国的部分，所以吼，我是感觉讲吼，未来吼。今日苏院长也已经讲啊，政府对政府是正办，一定要安尼，因为你无安尼做啊，咱无法度是事先确认名单嘛。咱今日或者陈时中部长在那架飞机抵达桃园机场的时候，伊人都伫机场嘛，对不对吼？所以他当晚他就知道说这个名单是247人，不是244人，但是他怎么办呢？他还是要把人给接下来，这无法度代志，因为在那个现场。你不要去质疑讲，你三个这个名单，怎么没有在那个上面？因为主头到尾这名单都不是政府对政府去协调来的嘛，而且是徐正文一这人国民党7人小组去单方面去提供，所以到了那个现场，你死无对证，无法度人就到机场，你要安怎办？但是有可能就是讲，这唔是名单头顶的人，咱也是政府大康的，都不爱互这人入来，有可能。这是一个做法，但是有后续的政治风险。你比如讲，你把人动起来，啊，原机遣返登机，变成是他们在后续的操作。为什么台湾政府明明人都送回台湾了，还原机遣返回中国？这个后续的政治操作真麻烦，所以我来判断了，讲陈时中部长，我们整个政府在那架飞机抵达桃机的时候，应该是说以人道考量为优先，不管怎么样，人先接近来。不，你无法度，因为主头高位的我们是政府对政府，是主头到，所以他今天讲是正确的。以后从第2架开始，一定要政府对政府。是有影啦吼，咱搁继续请教这个红警啦。头拄来咱讲到这个菲律宾这个有这个优先的这个顺序啦吼，但是咱看这回无安尼顺序。硬要甲这个人用起，头拄你嘛讲到这个两岸人民关系这个条例啦吼，有真侪条是使去处理咱头拄讲的这个市政文这个案例啦吼。咱讲第2摆可能就咱有这个台商，还是讲台湾的这个民众，也伫这个中国啦吼，因踏入去来这个要返来台湾，这个路是真正困难哈，尤其有这个中国政府这个因素等等。但是咱这个台湾政府也阁会使安怎去做咧？台湾的政府是咱台湾政府。现主是即马已经咱的态度打出去，但是即马其实我老实讲，我个人认为即马可以处在一个比较弱势的状态，就是讲，因为阮原本想要互伊转来的，头拄讲遮的什么短暂出差、慢性病患、长期特殊用药、密切需要医疗照顾，或是老人和小孩抵抗力，结果伊原本转来这240人的名单，
变做240市，而且内底大部分拢毋是名都顶悬的，代表讲阮原本需要希望咱的台湾人先回来遮，佮继续留伫中国。这当中其实因会当继续去做真济小动作。到今阮也唔知迄个，他们突然增加了3个名单，是真的出差错，还是用特殊关系挤进来的，还是那其实就是中共的意思。其实因处理这问题，其实到今摆会看到，到今摆现主是各有人伫台湾人。现在我是安尼理解的，就是阮无法度控制讲。中国要安怎对待咱，但是咱家己会在控制讲，咱要家己爱去采取什么款的动作。所以第一，咱的政府的态度一定爱提出来。第二，咱看到咱倒数内底政治人物，有遐侪人到现在是拢继续去。阮昨有讲一句话，就是来自武汉冠状病毒的那个两岸这是国共一家亲呐，亲是入侵的亲呐。透过这个国民党和共产党，真的就是要一家亲的，一家亲侵入这个台湾。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台湾是否能够做什么？当然，我们政府一定要持续努力去交涉，态度拿出来。但是我们个人也是很担心，说在后续一定会有，我们必须有做好心理准备，他们会做更多的小动作。那我们去做，但是只能继续防疫啊，这必须老实说是这样子啊。是，伫咧高峡这边，可能咱台湾的政府。咱这阵较弱势了哈，但是讨到第一趴讲的就是讲，我们那个态度拿出来，包含就是我们的陆委会和移民署对徐正文那个处理的态度一定要拿出来。相信这个我们现在民心啊，我们自己里面收到很多民众的反应，今日套在位在写电话，不是台中的服务处，跟咱的国会办公室，其实拢接到陆续都接到做这电话。一直在搞那个徐正文的事，那所以说我们政府方一定要赶快拿出这个动作，告诉说你们现在这些在台湾的中国买办，你们这样小动作搞完，我们自己不是没有主体性的，我们该处理、该法办、该态度，我们全部会拿出来。剩下你们怎样对我们，那些我们控制不到。我觉得这样的心态是比较健康，然后准备迎接下来更多的政治攻防。有影吼，伫咧健康这个战术，袂当用政治来思考，咱佫继续来请教医师啦吼。伫咧健康这方面，咱佫会使有啥物这个步骤来去甲这个中国来做交涉？是，我先补充一点啦吼，就是讲他讲，接下来要回国的本国人，阮跟上美国的做法，是讲甲本国人做强制隔离14天吼。就这样讲，我们是不是在歧视？其实不是，因为经过今天这个事件吼，其实网络上已经足侪人已经开始变做族群对立啊，对台商对为去中国做工作的这群人吼，也变做一个对立的状态。但是其实若是阮政府有好好互因隔离检疫，确定讲因无破病，才放回社区的时阵，其实阮就会当放心的看待这些中国回来的台湾人。是，但是你若是政府一直无做这部分，无法度互民众放心，其实会变做一个对立。我唔敢去领导呢，阮囝要去领导生，我讲袂使，因为中国进来，所以这是一个族群对立，可能会撕裂社会的一个问题。但是应该是政府爱先甲阮做的。是啦，过来就是讲最近口罩的问题嘛，口罩其实口罩最近大家都在抢口罩，其实抢口罩的事情在2003年 SARS 的时阵就已经发生啦，迄阵发生啊。国外已经做足侪研究啊，我先讲国外的研究好。国外的研究这是美国感控杂志国外美国感控杂志2011年研究，因讲用微波炉、用紫外线、用湿热、蒸汽法，拢完全有效，能够杀灭 H1N1 病毒，完全有效。国内劳研所做，伊用 E. coli 大肠杆菌来做细菌，这是病毒，这是细菌，引起者嘛完全有效。阮口罩能不能重复用？阮爱就实际讨论两个问题尔，一个是讲伊到底有垃圾无？过来就是讲，阮互伊无垃圾了，伊到底够会当用无？伊的效能够有伫无？因去做研究报告，甲伊这消毒过的口罩，搁去做甲全新口罩同款的测试，效能测试。结果拢有90%以上的效率，意思就是讲，你用一盖感觉臭臭的口罩，你甲消毒了袂臭啊，但是到底有效无？结果完全有效，佮有90%以上的效率。所以我是要甲民众讲这个是我们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做的报告，请放心重复使用口罩。你的口罩绝对会当1天、2天、3天，你继续甲用。口罩什么时阵爱换？其实我举一个例子大家讲。大家听就简单的，你大家有用过吸尘器嘛？吸尘器你吸甲讲，感觉这吸力较弱，感觉没什么力道，你就知影讲滤网垃圾器啊，你爱
换滤网，还是讲爱洗滤网，对不？哦，这就简单的代志。口罩什么时阵爱换，就简单，你的呼吸阻力上升。对，呼吸阻力。哎，你感觉喘就拍喘，就刚吸尘器的吸力变弱的时候才需要换。是，但是我们常常根本没有达到第一点，我们常常是怎么样？第二点，你家己的口水、喙暖该用到臭臭，你就刚刚那些臭臭应该拉下去啊，我要给它淡掉。那是伫口罩不见的时候，大家这么做没关系，好啦，你被怕生，你就安尼做。但是其实这个口罩的效能根本就还90%以上啦。是。哦啊，所以你用国外人家证实完全有效的消毒法，你来做。啊，过来就配包小配包，我甲大家教吼。我们口水，你戴口罩进诊吼，是，你内底啃一个面纸嘛，内底啃一个面纸，你才甲滴落嘛。啃一个面纸了吼。嘿，啊，过来，阮若是等去处理，你若是要换睡衣，若是要眠床进诊，你会先洗身躯嘛，洗身躯了，你才要换新衫嘛。是，你要递新的口罩之前。你可以先刷牙，你先刷牙用漱口水，是，好，所以你的嘴巴细菌量就少啊，你就被污染你的口罩。我们戴口罩是为防止外面的细菌污染我们，这个你都是自己污染口罩才把它浪费掉，你根本没有防御到自己，是，这样就丢掉一个口罩，非常浪费，就怕生。一样哈，所以这个喙炎的这个部分，头拄医师嘛甲咱教了哈，用这个消毒的这个方式啦哈，也是讲家己治这个喙炎。这个喘气，这个有麻无麻吼，还是讲喘袂快啦吼，可能才换。啊，第二个就是讲，你这个落喙啦吼，爱落的，再来挂这个，莫讲你家己是喙齿感染，还是讲污染到这个喙炎啦吼。继续咱来讲吼，今日咱是2月7日吼，自今开始，咱是这个徛名者买喙炎啦吼。济人都去排队啊，但是咱嘛有强调，搁一届来强调讲，这个喙炎真正毋是哦，大家人拢爱挂，因为咱现主时都无这个社区感染这个案例啦吼。所以伫咧喙炎这块，咱头拄医师嘛有教大家讲吼，喙炎安怎来使用啊？真正毋免买来吞啦吼。虽然讲咱台湾人这个心态就是讲啊，我要做回来做这个防疫吼，惊这个防感染着，但是这部咱头拄医师嘛有先甲咱讲啦。咱先来看讲，今日徛名者这个买喙炎现象是啥物？咱做伙来看。也未到早起8点，多民众走来社区药局咧排队，等要买喙炎。较无9点，排队人已经排到下一个巷仔口，各种警察维持秩序，抢到头一民众真欢喜。7点50啊，今天会买到不可啊，不然没有得用啊。因为以前去超商都没买到啊，所以今天就超商是他们。24小时嘛，什么时候到也不知道。买喙炎爱什么节？7日开始实施，民众只摕健保卡到全国6500外件健保特约药局，对当买医用喙炎。每一张健保卡会当用10块买2瓶喙炎，而且7天内袂当搁买1摆。身份证字号的买数是上号的是每个拜2、拜4、拜6会当买，单号是拜1、拜3、拜5会当买，第拜2这是所有人拢会当买。儿童喙炎加限制12岁以下儿童会当买，每一人上侪会当帮一个亲戚朋友代买。台北市有689家的一个健保特约药局，那以成人口罩每个区域是每个药局是200份，那儿童口罩是50份的一个算法的话，那至少成人口罩是13万份。喙炎开始买了后，身边就用健保卡通过机器速度有较慢，按个买流程阁算顺利。台北市卫生局强调，一个药局有200片大人的喙炎，50片儿童的喙炎。有一款药局下晡或是暗时才会开始卖，给上班的人伫下班了后，嘛有机会买喙炎。记者综合报道。买喙炎都要分这个身份证号码吼，这个卡也是这个像素啦吼，就是讲这个。咱讲拜4的时阵吼，还是讲2、4、6吼，这个拜2、拜4、拜6，这个是双会当去买啦吼。啊拜1、拜3、拜5吼，是这个是卡数的人会当去买啦吼。啊礼拜4的时阵是大家会当去买，但是讲有的人这一个人就讲啊，我真正是即阵无需要，就是让予有需要的人啦吼。咱继续来先尾啊，咱先来请3位来宾拢做一下这个结论啦吼。就是咱先搁请教着咱的 Jerry， 就是讲吼。伫即回，咱伫即个甲中国无正式的即个外交关系，要安怎过来处理着买手这个代志，好建议政府的。好，其实我要讲吼，伫这包机转来台湾进前哦，所有伫台湾社会即个大家咧抢喙炎即个代志哦，这个口罩我感觉是一个假议题啦。
其实都是因为讲咱台湾政府伫即个武汉肺炎疫情的这个防治做得太好了，所以新闻无啥物通好报，所以只好去报大家咧抢喙炎啦吼。所以我感觉喙炎是一个假议题啦。那当然我们借这个机会去了解怎么去正确的使用口罩，这个是好的哈。但是怎么样跟中国来互动哈？甲咧伫中国这侨胞哈。撤登来台湾，这个是真的议题，这是非常严肃的议题啊！哈，其实我并没有怪说所有想要帮忙哈，去把这些人哈为中国上登来台湾，我们都是心存感激啊。但是这边呢，这个所谓国民党7人小组哈，用因家己这个方式哈，咱莫讲是买办的，讲用因家己的方式哈，甲人上登来台湾有2个问题。第一个是。你名单的公平性的问题，谁可以放进这个名单？是你们讲了算，不是政府说了算。第二个问题是名单的准确性问题。所以这2个问题是说，我们在这次案例就发现，医疗每当够安内者，购结另外上大的问题是，真正发生问题的时候有克责性的问题，谁要去负这个责任，对不对？还没发生问题的时候，因共同来抢攻，在邀功说，是我们去帮忙的，问得出来讲啊，不，而且你们如果会有先看过那个名单，所以有克责性的问题，所以公平性、准确性跟克责性，好让去了解到，医疗跟对外这类互动一定要近乎对近乎，不然这样的问题以后还会再发生。是啦吼，就是讲名单这个公平性、准确性，啊，佮追求这个责任啦吼。继续咱请教这个洪庆啦吼，就是讲这个代理人法是不是爱来真正办这款的这个代志？这个我头都有讲，就是反渗透法，我们去了解这次可能是很难办啊，所以但是我们移民署就是相关移民署和陆委会的态度，伊的态度记者爱先 K 出来。其实阮内心的主张啊，阮家己台湾记者主流其实是有时候是比较强硬的，比拢比很主席咱的民进党政府更较硬些看啦。按照阮来看啦，甚至这许政委是直接剥夺他的公民权啦，那种其实就是替那个。在这个特别防疫视同作战的时刻，他也特地搞成这样子，然后他也是非正式，他没有经过授权，用这种方式去弄，然后他的背景，他直接担任中国政协，因为那个整个他的关系说不清的前提下，他来处理这种事，然后又捅了这么大的篓子。我们按照过去至少林有师的这个案例，温记者修身爱心改出力，这是作为一个杀鸡儆猴，然后包括我们政府要去研议是不是，我刚也认为是那个港澳的人士是否能够继续来台，这个是真的要好好思考。但这个思考里面当然也要包含这个苏克的，其实咱的公民其实跟老底海外嘛经济，要如何去兼顾，这要仰赖我们现在执政团队的智慧。那我们台湾经济方面也会针对接下来包括。中华人民关系条例，因为刚开罚50万，按照过去案例开罚50万这个数字确实是吓阻性太低。它是我们在上一个会期啦，其实我们有比较友好的立委，我们比较关注国安的立委，他们已经有那个草案，可是这些那个过界部就是也过了，它是那个届期不连续，所以我们还会继续推动反渗透的相关法案，它不会只限定在我们台湾已经进行3个的境外势力影响透明法，而且还有很多的相关的漏洞会慢慢来修补，而且都是台湾基金长期关心的范围。有啊，这个新国会有这个新的这个想法啦吼。啊，继续咱上尾请这个医师吼，有啥物该互这个国人来建议的部分？这个基点的医师吼。其实阮爱承认啦吼，阮的诊断能力真正是无遐尼好，是有限吼，有限。所以只要变成一个人传人吼，在地的人传人，其实医师真正是无法度要安怎甲诊断。所以若是造成最后的结果是医疗崩坏，其实是影响2300万人伊的医疗的一个照顾的水准。这是全台湾人民的权利受损，所以是权利的真的是。我知道防疫人员就辛苦的，就辛苦的。好，但是这个漏洞我们不能永远追在漏洞后面去补啦。我们防疫一定要是站在前面，预先预防，决战境外。好，因为真正就这医师，就这防疫人员，因今麦一个人就紧绷，就忝嘛。所以我是恳求政府赶快跟上跟上美国的制度。好，我们赶快让。回来的本国人都能够接受完整的隔离检疫、完整的教育，确定他们的设备都 OK， 让一般的民众完全放心，
让口罩这个假议题，这个真的是假议题，不要再继续发酵。我们还没到决战的时刻，我们现在准备起，我们应该要民心非常的稳定，大家很放心的来一步一步做下去。是，所以咱讲这个喙癌这个问题，真正不是议题啦吼，要甲咱台湾人自这个中国真正好好啊接档，这是这个真正这个问题。咱自这个一开始嘛讲到咱。今仔日有新增加这个第12个例、第13个例啦吼，啊讲到这个引足期的这个问题，就是讲啊，即阵已经出现到这个无镜头的这个人传人，咱伫即回会当防堵，真正袂当是靠运气啦吼，咱真正讲到这第一线这个人员已经变甲真暗啊啦吼，真正咱是出现一个社区感染这个例，若是造成伫咱头头讲的河北彰化。这也阁是算小城市，若是发生伫咧台北市，咱敢会看你咱的首都，就咱放空城呢吼，自这个中国的案例，咱看到小连续60几个这个城市已经来做封锁起来吼，所以因这个规个这个环境，咱若是讲要去讲啊，要依着咱的这个经济这个方面吼，这个导航还是讲。规个这个管制吼，啊边境的这个管制一定要做甲真交稳啦吼。今日非常感谢咱3位来宾做回来对话，做回来讨论啦吼。嘛希望这个武汉疫情吼，伫咧遮咱台湾真正会使甲打动啊，真正拢甲动起来。啊，伫咧国际这个维度遮嘛会使做甲真好啦。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做回来讨论，感谢，多谢，谢谢，感谢。